你曾覺得自己需要更多什麼，後來才發現少了反而更像自己。我以前總覺得必須更忙，日程排得越滿越好，現在才明白少忙一點更踏實。很多人誤以為不斷忙碌就是進步，結果只是疲勞。AI 觀察到減法，反而帶來清晰。對，我以前填滿所有時間，根本不敢停，現在主動留白，反而效率更高。所以減少表面任務，能讓你重新連接真正的自己。是的，我不再用工作量證明價值，腦子安靜後，更清楚自己要什麼。AI 分析人類行為發現，忙容易產生虛假充實感，少反而更專注內心。確實，我連會議都砍了大部分，每天留2小時思考，感覺不同。這反映一個更大轉變，從不斷做事到允許自己存在。很自由，我不再需要靠繁忙嚟證明自己，反而更放鬆。如果還能放下一份期待，比如對完美工作的執着，你會放下什麼？不需要解釋。